我是先王的遗孀，先王的遗诏自然应当交于我。真是好笑。我若即刻拿出这道遗诏，你真的准备奉诏吗？你若不奉先王的诏令，那可是忤逆罔上之罪。你这个先王的遗孀，该如何惩治自己呀？我告诉你，诏书是有的。先王临终之前把诏书交给我，就是为了有一日惩办你这个大秦的千古罪人。你以为这样可以为难我？我也不妨告诉你，我进来之前已经让王军把北郊行宫围得如铁桶一般，芈月就算是插翅，也飞不出这里。来人，臣在。给我搜！是。是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嘛？你们要干什么？都给我找仔细了！是。每个角落都不许放过！是。这是尹夫人的东西，你们不许乱动。这是干嘛呀？让开！禀告会后，整个北郊行宫都已搜过，没有芈月的踪迹。公子季呢？还有芈月的随从和那个雍瑞呢？好好看看这面镜子，看看你如今的样子，多可怜啊！你被夫君赶回母国，守寡30多年，眼下为了一道遗诏，竟然愿意豁出命去。其实你此刻就是死了，也就是个孤魂野鬼，无人祭奠，还不如识相一些。把遗诏交出来，我定会酬功报德，好好奉养你，让你舒舒服服的颐养天年。别费心了，什么你都得不到。如此冥顽不化，芈月究竟给了你什么好处？你也算出身尊贵，却以为天下人都跟你一样锱铢必较。我告诉你，我想要的东西，我早就都得到了。好，不说也罢。杜将军，微臣在。芈月等人定是藏在这行宫当中。给我听好了。北郊行宫因宫人举火不慎而失火，给我烧！一定要把这个芈月给我烧出来！是。火把，进去，进去，进去！老实点都给我！放我们出去！进去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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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放肆！什么大胆！进去！都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！谁若再敢反抗，如此下场！来人，给我把这烧了！把门锁上！自讨苦吃啊！
李夫人，快！雍大人，行宫着火了。那尹夫人她，尹夫人她随心所愿了。快走吧。这个时辰，公子季和魏冉应当已经平安抵达他们的驻地了。希望能遮人耳目。那地方荒僻，魏冉一直在那里屯兵操练，都是自己人。那就好。只要芈月能从嬴夫人那拿到遗诏，我等就可以召集老臣商议继位之事。大人，北郊方向忽然起了大火，半边天都映红了。北郊？会不会是北郊行宫啊？坏了，芈月到那里去与嬴夫人会面，难道出了差池？快，派人前去查看出了何事。是。你看，那边那条小路，一直走下去，就可以跟司马错将军的人马碰面了。好。什么人在那边？李夫人，你们是何人？好，将军不要慌，我等是来接应你的。你等奉何人之命前来接应？是左相出离子。谁呢？李夫人！怎么还没醒啊？谁知道啊？也该醒了。妹妹，妹妹，你醒了！哎呀，真是老天有眼呐！姐姐都快担心死了。芈夫人昏睡不醒，姑母都守了夫人大半夜了。妹妹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？啊，这是咸阳城外的富阳宫。妹妹放心，在姐姐这儿保你平安无事。彩萍，快扶夫人起来。是。我怎么会在你们这儿？昨夜，北郊行宫着火了，派人去急救，正好赶上你的人马和会后的人马打成一团。会后的人马？是啊，他们冒充出离子的手下，让你们猝不及防。我的人发现你被抓了，就把你给抢回来了。雍大人他们呢？雍大人？哦，雍大人他们在混战当中和我的人失散了。那可有人去打听雍大人的下落？去了，只要有了雍大人的下落，立即告诉夫人。啊，当初跟妹妹分开后，心里时常惦记。听说是因为会后的威胁，妹妹在燕国也是受到了燕国国相的百般为难。可恨的是这山高水远，不能相救，真是令人伤感呢。多谢魏夫人挂念，我在燕国一切都好。不光是我，怡儿对你也是深有担忧呢。要不是因为那会后从中阻拦，
怡儿一直都想劝说武王，把你们母子接回来呢。是啊，姑母说的都是实情。武王后虽有身孕，但容光照人，想来这腹中胎儿倒是没有拖累你。武王并天，百草凋零，魏王人苦撑大局，实是左支右绌。若不是因为这腹中的孩子，我早随夫君去了。唉，我怡儿可怜呐，好在怡儿她识大体，知道这大秦的朝政全靠她一人支撑了。武王后和魏夫人出手搭救芈月，一意行事，芈月敏感无内。那是，我们如今是在一条船上了，万事休戚与共。听武王后的意思，是有事要与我商议。是啊，眼前的大事，姐姐以为，眼前的大事就是芈夫人把身体调养好，国事家事来日方长。彩萍，尽心尽力伺候好夫人。是。别愁眉苦脸的了，喝点水。姑母，我就不明白，这芈月已经在我们手里，开诚布公有何不好？怡儿不要着急，凡事欲速则不达。那芈月是何等聪明人呢？你若见面3句不到就跟他提起遗诏的事情，他一定会起疑心的。既然他眼下已经在我们这儿了，咱们就一定能拿到遗诏。反正他也逃不出这富阳宫。姑母是怎么知道芈月在北郊行宫的？透露这消息的人是芈姝的心腹，他说的话早早可据。我们煞费苦心，就是为了得到遗诏。有了遗诏，我们就可以借此收服人心，号令天下。芈姝那边再猖獗，也拿我们无可奈何。是啊，我华儿如今是诸公子当中实力最大的，又有旧族的支持，再加上这遗诏，无人能与我们抗衡。只不过，要想让这芈月心甘情愿地奉上这遗诏，恐怕还得花点功夫。他有遗诏，急切需要有人扶助他孩儿登基。我是王后，华哥哥有兵马，他不靠我们，又能靠谁？所以啊，怡儿不要心急，稍安勿躁。我们要让那芈月知道，从我们身上得到的好处，远远大于我们从他身上得到的好处。芈夫人半途被人掳走，庸人有负众望，深感愧疚。这不能怪你。为了先王的遗诏，英夫人已经舍身殉义，你也出生入死，负了伤。那些人权谋百变，我们是防不胜防啊！雍大人可否看出那半路杀出的兵马是何来历？还不清楚，但肯定不是会后的王军，倒像是公子华的人马，也有可能是其他公子的。我发现芈夫人被人掳走，带人厮杀，但终因寡不敌众，眼睁睁看他们逃走。他们定是冲着遗诏而来。眼下诸公子各自占山为王，心怀鬼胎，胜负难定。谁拿到先王遗诏，掌握了芈夫人母子，便有了得到朝廷内外拥戴的筹码。既然这些人都投鼠忌器，芈夫人应该暂无性命之忧。我等要先打听芈夫人下落，再找对策。也只好这样了。夫人，夫人风尘仆仆，车马劳顿，奴婢特备下鲜花沐浴热汤，请夫人享用。知道了。
夫人的这只簪子古雅精致，好漂亮啊！你若喜欢，就送给你好了。夫人的东西，奴婢怎敢随意要？夫人，奴婢伺候夫人沐浴吧。奴婢已为夫人准备好了更换的新衣，这些脏衣物就由奴婢拿去洗濯干净后，再给夫人送过来，可好？我这些都是从燕国带过来的旧物。我这人恋旧，衣裳也不例外。劳烦你费心，让底下人轻搓慢洗，千万不要洗坏了。夫人放心。夫人，衣裳拿来呀。拿过来。他没有起疑吧？没有。不过他特意嘱咐说，这些衣裳都是他从燕国带回来的旧物，让下面的人轻搓慢洗，千万不要洗坏了。仔细找，肯定在这衣服里面。是，边边角角都不要放过。不用找了，他是在戏弄我。他若真是在戏弄我们，说明他对我们早已起了疑心。那么眼下，只好开门见山了。妹妹，魏夫人，吴王后，这2日看着妹妹的气色，真是好多了。有魏夫人和武王后的精心照料，芈月自然神清气爽。既然芈夫人身体已经康复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商议正事了。武王后不说，我也正想向你们打听呢。你们是否与雍大人联络上了？说起这事儿，我比妹妹还急呢。派去打探的人说，雍大人那次遭遇的是王军中的禁军，好像还受了重伤。竟有此事？妹妹不必担心，雍大人受伤了，妹妹的事儿就由姐姐来帮衬了。姐姐，这话是何意？你我认识多年，彼此也就不绕圈子了。眼下你我共同的敌人是芈姝，他想要你死，也想让我们死，只有我们联手才有生路。如何联手？我听说会后一直嫉恨你们母子，是因为先王他给妹妹留下了一道遗诏。遗诏？什么遗诏？妹妹知道是什么遗诏。哦，难道魏夫人说的是那道遗诏？对，就是那道遗诏。它在哪儿？已经被会后烧了。烧了？妹妹真会打趣。我看着她在我面前烧掉的。那遗诏上面说了什么？先王封继儿为蜀侯，并让我跟随继儿一同去巴蜀。哎呀，看来妹妹还是信不过姐姐呀。眼下咸阳城内人人皆知，先王还给妹妹留了另一道遗诏。多少人都是因为那道遗诏而祸到临头的。听说当年就是因为他，会后派人毒杀了患者令穆坚。前日北郊行宫的邢夫人又莫名其妙的被大火烧死了。妹妹，姐姐可是豁上性命来帮你的。世人飞短流长，
那些道听途说，魏夫人何苦当真呢？那若没有这道遗诏，你母子二人为什么千里迢迢从燕国又赶回了秦国呢？武王去世，继而回咸阳来祭奠兄长。可是有人真的见过这道诏书？那诏书上写了些什么？先惠文王驾崩后，当传位于公子嬴稷。难道诏书上不是写的这些话？我没有见过诏书，不知道诏书上写了些什么。况且，若真有那道遗诏，我母子当年何至于被人赶到燕国为质，险些死于冰天雪地之中？倘若真有诏书，而且诏书上写的真是这些话，妹妹是不是有些动心呢？白日做梦，只怕不可以当真。妹妹不要误会，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大秦的天下，并非为了自己。武王后和魏夫人到底要芈月做些什么？唉，武王早去，未立太子，一儿怀了身孕，按常理说，应该是父子相继。可是眼下男女未知，惠后那边又一心要扶持任他摆布的公子壮为新君，这不招来了天下大乱。此刻需要一人来平定乱局。难道魏夫人和武王后竟有意让继儿来做这个王位不成？若能换来大秦天下太平，诸公子罢争，武王后也愿意让出尊位。当然，妹妹也是知恩图报之人，定不会亏待了武王后和姐姐。我猜测魏夫人的打算是助继儿登上王位，以众公子华为摄政。若王后生下王子，当立为太子。妹妹真是贴心呀，字字说的都是我想说的话。我若真有这道遗诏，就照魏夫人说的去办好了。可难就难在，我真的不知道这道遗诏究竟在何处。姑母，糜夫人一时忘记也是有的，假以时日好好思量，定会想起那道遗诏的去处。王后说的是，我是真的想不起来了。若哪一日你们知道那道遗诏在哪儿，千万记得要告诉我一声。夫人，夫人止步。魏夫人有令，夫人不可随意外出。你们魏夫人已经把我当成囚徒了吗？夫人，这富阳宫外面兵荒马乱的，魏夫人也是为了您的安危着想。会后怎么样？战报来了，公子华前日拿下了雍城，公子池也与他遥相呼应，正在攻取岳阳。另外，其他诸公子也在自己的封地周边攻城占地。雍城是我大秦的旧国都，公子华占领雍城，定是想自立为王。只可惜那日我一时妇人之仁，
没在宣示殿拿下公子华，让他反出宫去，养虎为患，后悔已晚。眼下想要一举铲除公子华和其他公子势力，已经几无可能。右相去联络朝廷老臣，推举公子壮为王的事情办得如何？咸阳城内外都在流传先王有遗诏传位给公子季的谣言。老臣们一个个对推举公子壮之事装聋作哑，棘手得很。那芈月呢？公子季呢？为何在咸阳城内外找了这么久都抓不到他们？微臣有话不知当讲否？请讲。眼下为了争夺王位，会后与武王后和魏夫人相制，如同鹬蚌相争，得利者却是一旁观战的渔翁们。既然武王后身怀武王的子嗣，也是会后的嫡孙儿女，会后不妨与他们暂且妥协，只要他们答应拥立公子壮为王，会后便可以承诺，若武王后生下男儿，定立他为太子，各取所需。会后与武王后联手，胜算自然会大了许多。就算真的有那道遗诏，那些老臣们也会因为实力对比相差悬殊而倒向会后一边。你就是那个有名的草鬼婆？老妇只是游走山寨，草药治病，从不害人。大秦刑律严禁巫蛊，放蛊是要杀头的。他们喊我草鬼婆，是诋毁老妇。不要狡辩，《左氏春秋》里就有记载，说放蛊就是起源于你们楚巫。你以放蛊起家，在巴蜀名声赫赫。若真是草药治病，怎会如此穿金戴银，聚集如此显赫家当？你收人钱财替人消灾，用不着遮遮掩掩。这里没有外人，只要你实话实说，我保你财源滚滚。这贵人想要老妇做什么事？你若真是手段高明，这些珠宝全部供你享用。贵人出手大方，老妇怎敢不从？那你可有蛊带在身上？难道贵人要亲眼看看？对，眼见为实。就是他呀，这么个小玩意儿。哎，贵人不要小看他，这蛊虽小，可神通广大，它能让人生不如死。如何生？贵人莫动，将它放入茶碗酒水中，让人服下。那中蛊之人3个时辰之后就会发作，首日发作，疼痛撕心裂肺；第2日发作2次，疼痛深入骨髓，痛不欲生；第3日会发作3次。若想止痛，就必须驱除蛊虫，那就得服用特制解药。解药？你有解药吗？这是解药，服用后1个时辰就可解蛊。记住，这解药服用前不得遇水，遇水即刻失灵。还有这样的事？那如果没有解药，会变成什么样的情形？若不服解药，半月之后鬼魅迷惑，神志混乱。贵人想让那中蛊之人做什么事，无所不从。到那时再想服解药驱除蛊虫也晚啦。晚了？2旬之后，蛊虫食尽其5脏6腑，中蛊之人四肢溃烂而死。快快快，把这蛊虫拿远一些。夫人请用膳。
夫人应当保重身体。魏夫人那边在想方设法联络雍大人和魏冉将军，一旦办妥，便会送夫人出宫，与公子季团聚。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痛，浑身剧痛入骨。姑母，这米夫人昨日还好好的，怎么一日功夫就痛成这样？难道是得了什么古怪急症？怡儿别急，姑母倒是听说这世间真是有一种急症，染上之后如同承受百虫啃噬其骨，那滋味真是痛不欲生啊！那急症有药可治吗？有是有，就是那药珍贵，得来极其不易。太好了，既然有药，救人要紧，赶紧派人去找。我相信米夫人一定会不惜代价酬劳咱们。不劳你们费事了。妹妹此话何意啊？你们心里清楚得很。你们先前从我这得不到的东西，是什么手段都得不到。哎呀，妹妹，你可真是误解了姐姐的一番好意了。我曾想到过，你们会对我做什么卑鄙龌龊的事情，无非就是用药下毒。妹妹息怒啊！我们也是为了公子季和怡儿肚子里的王儿才出此下策的。眼下妹妹手里有没有那遗诏都无妨，只要妹妹肯写下这承诺，答应新君登基后，公子华为摄政，武王后生下王儿，便立他为太子，我们即可和好如初，两全其美呀！一个胎儿，男女不知，你们竟如此费尽心机，不择手段，只怕这胎儿有渣，是个妖孽！你信口开河，等武灭王后！我曾想到你们会不择手段，没想到你们会下作到如此地步。好，芈月，算你硬气。可你就算是再硬气，也硬不过你身子里的蛊虫。我这儿有一个解药，只要你答应我，我即刻就可以给你。你若冥顽不化，那蛊虫自会给你教训。今日只是一个开始，明日可就没那么好过了。这痛楚日日倍增，定会让你知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。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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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
姑母，咱们走。李月她咎由自取，等到明日，再往后日，她就会来苦苦哀求我们的。夫人当心！快把她捡起来！夫人，这。 我和武王后好心遭雷劈，芈月，你自求多福吧。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言书，却生得一缕孤独。 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你水暖，为谁寒？换不回一人入。 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心诉，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。 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，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心，恨如骨，生死再相负。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。 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。已经第3日了，芈月那边竟然还在死撑着。反正解药已经没了，看他还能撑多久了。哎，那个曹鬼婆不是说了吗？半个月后，鬼魅迷惑，神志混乱，想让这芈月做什么，他就得给咱们做什么。可他若真死了，事情该如何收场？扶阳宫上下都会知道。 他是突发疾病不治而亡，跟咱们没有关系。糜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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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母亲呢。 母
心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3年前，我重伤后被唐夫人相救，伤好以后，唐夫人把我安排到了富阳宫。前些日子，魏夫人他们占了此处，我在这里做粗事，倒也没被他们认出来。偶然得知夫人来了，小的日夜盼望和您相见，只因把守太严，一直不得空。前日听说夫人病了，我没病，是魏夫人他们让人给我下了蛊。下蛊？他们怎么这般黑心啊？这可怎么好？前2个月，女医治出城采药被乱兵杀死了，不然他一定有办法。夫人，母亲拼了性命也要救你。这宫内外日日有人把守，恐怕你救不了我。何况那蛊虫害得我日日发作，一日比一日重，只怕来日不多了。不会，我去找人帮忙。我去，对，夫人的弟弟魏冉将军，我去找他。只可惜，我也不知道此时魏冉是在何处。看情形，我是凶多吉少。夫人，你别说丧气的话，一定有办法救夫人的。我若出不去，你要想办法出去。把这东西交给雍大人。好，我找魏冉。或许有一人，你可以去找他。那人是谁？在咸阳东市，他是姓梁的皮毛上古，他是义渠郡的人。好，夫人，我这就去。夫人，你自己保重。快去，母亲，快去，快去。谁呀？给义渠郡的一封急信。好，快进来。咱们这次去岳阳，离咸阳不远。公子池正带着人跟王军他们打得热闹，等他们打累了，咱们再出手解决也有。哼，也许有一日，我们也可以大摇大摆的到咸阳城里面去逛逛。对了，听说了吗？你那个姐姐，岳公主也回咸阳了。真的？那得赶紧。赶紧什么？赶紧打探一下。有这个必要吗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什么意思？樱树上的话。小子，记住了啊，少在我面前卖弄。大王！大王，咸阳城传来消息，何事？是岳公主。岳公主在咸阳城遭人谋害，危在旦夕。谁胆子这么大，敢动我喜欢的女人？姐姐有难。五一白起，我们几个先去咸阳。夫人，武王后，会后那边来人说带了书信，还要见你们。哼，米叔终于还是乱了阵脚。姑母，你说是见还是不见？让来人把书信留下，就说我跟武王后此时不便，就不见了。是。米叔肯定是听到风声了，他想立公子壮为王，又想让我们替他出头。哼，可惜呀，算盘打错了。
眼下最重要的就是从芈月那儿把我们想要的东西拿到手。是啊，时间紧迫，转眼已经10日。看着芈月日日被这蛊虫啮食，精神已经恍惚，髌骨支离，可她还是咬着牙不肯就范。这个女人好狠啊！让她再狠个3、5日，到时候姑母想让她做什么，她都情愿了。玉公主，姐姐，姐姐，一起寻找。你放心，有我在。走，走。老婆，怎么样？我带兄弟们到那边放了把火。烧得好，我们走。走。老五，我姐姐究竟如何？老五，你告诉我，月公主她怎么了？蛊毒？我知道她是被人下了蛊，可总有救的办法。过去我们的人中了蛊，你也用桃枝雄黄驱过蛊啊。不是，你怎么会没有办法呢？你告诉我，你想想办法呀，老吴，你想想办法。你是说太晚了？他还能活多久？只有5日了。将军，龙大人，怎么样？据说米夫人被劫走时已经病得很重。不过，那夜袭击富阳宫的竟然是义渠王的人马，所以我想将军不必担心，既然是义渠军，不会对米夫人怀有恶意的。一定要搞清楚缘由，我得亲自去一趟。快去咸阳！秦国有大难！快去！秦国有大难！快去！不能看着不管！快去！快去！秦国！秦国有大难！姐姐，是我，你看看我，我是秋郎啊！他怎么了？他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？他现在谁都不认识了。可是他在跟人说话呀！他在跟他自己说话。秦国，快去！秦国，
老吴，老吴，起来！说，有什么办法才能救我姐姐？说，不说，不说杀了你！快说！不管有什么办法，让我做什么都行，哪怕用我的命，我姐姐的命。什么？什么？可以用我的命换姐姐的命？行，赶快用我的命换姐姐的命，来动手吧，快！是我吗？是不是？那究竟是谁啊，老吴？是谁？你告诉我是谁？是谁能救我姐姐的命？你说呀！大王，若是有办法能救月公主，众人自然不会推诿。可是，一命换一命的事儿，老吴也没有把握。他说过，如果蛊虫不肯，即使强行施法，他也无法请出来呀。大王，这样反而害了月公主。那为的是，既然老吴说那个蛊虫挑剔的很，他一定会选中。反正不是你。大王，我虎威难道是贪生怕死之人吗？可老吴一旦施法，那蛊虫真的硬了，他害起人来极其凶狠。那万一选中了谁？不是谁，那个人一定是我们部族里的男人，而且是个身强力壮的男人。大王，这正是我担心的事。这些人里也包括大王，这万一是大王，我们可连驱蛊的解药都没有啊！如果那个蛊虫选中我，就说明这个蛊虫有眼力，就说明我跟月公主有缘分。大王，但月公主只是一匹克马，你可是草原的领头骏马，你不应该为了她一个人去送命。她不是别人，大王，她是我喜欢的女人。去吧。
大王，我来，我来。我来，我来，大王，我来吧。如果没人抓到那黑道该怎么办？那就是顾主不中意，那女人也就没救了。可如果谁被顾中看中了，岂不是没命了？一命换一命呗。顾冲，你看我年轻力壮的，你来害我，不要害你夫人了。该轮到我了吧？别人都行，唯独大王你不行，你不能冒这个险呐！不可能，大王！为何呀？大王，我的命就不是命啊！大王，你别忘了，这个顾冲挑剔的很。大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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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王！大王，不可呀，大王！给我，让我抓吧。如果我抓到了，那就是我的命。你在说什么？你是觉得我会抓到，还是因为我注定会抓到？那就少废话，拿过来。我的部族百姓能做你们的大王，我知足了，大王！老吴，我的运气不错，你安排吧。
是小狼弟弟，你能听得见吗？你真的听不见？你一点都听不见吗？那帮家伙把你害惨了。姐姐，你放心，等他们落到我的手里，我一定抽了他们的筋，扒了他们的皮，我要把他们的骨头都敲碎了喂狗，然后把他们的眼珠子一个一个挖出来，然后把他们的手和脚都剁了，然后把他们的肉煮成汤。那种汤喝不得。姐姐，姐姐，你不认得我了吗？我是你的小狼弟弟啊，姐姐，你看看我，我是你的小狼弟弟啊。你不是小狼，你是白起。对，姐姐说的对，我是白起，我不是小狼弟弟，我是白起。大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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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哎，老吴呢？老吴这个老东西死哪儿去了？老吴哪儿去了？他把蛊虫引到大王身上，就撒手不管了。他想眼睁睁看着大王去死吗？将军息怒了。老吴为了救义齐军的性命，已经去想办法了。他想什么办法呀？快呀！老吴和将军一样着急。听说这蛊虫换人附体后，已经疯狂，必须在12个时辰内把蛊虫杀死。哎，快！你告诉我，你知道怎样杀死的蛊虫吗？对啊。哦，好像是说，要把昨晚那个汤锅里的汤水，加上雄黄、蒜子、菖蒲，用桃枝燃火，一直烧，待那汤锅烧干了，那蛊虫就死了。啊？那既然如此，咱动手吧！对呀。就是桃枝！来，快！将军，将军，啊！将军还是等老吴回来，再动手不迟啊！等什么呀？你别看大王痛苦难忍吗？早一点杀死那蛊虫，早一点解救大王。不跟你说了，咱们动手！对，来，走！姐姐在找什么？姐姐原有一只簪子，该是在木心那儿吧？是这只吗？木心见到我的时候，把它交给了我。此物件，在别人手里无甚大用，在我这儿，却是如同性命一般。姐姐若要是喜欢的话，弟弟下次出去给你弄个10只8只的，然后送给你。我被人下蛊，无医药可治，只有等死，怎会一夜之间就虎口残生了？是老吴，老吴用巫术救了你。过去见老吴蹦蹦跳跳的，只以为他是拿来唬人的，谁料竟有回天之力。姐姐这次若没有大王，总之，姐姐是幸运的。毒蛊阴损，防不胜防。儿时我在楚国，楚地有一种用花放蛊的巫蛊，叫秦蛊。此花以养蛊女子的血肉培植，3月开花，极其艳丽。养蛊者采下蛊花做成秦蛊，养蛊女子会在自己钟情的男人身上下蛊，中蛊者不得再思恋其他女子，否则蛊虫就会啃食他的心，叫他痛楚难忍。这种清蛊没有解药吗？解药便是那养蛊女子的性命。养蛊女子若解了情人身上的巫蛊，那她自己也活不成了。养蛊者
一定是用情之深，以命思故，故方能成。故此情骨，世间罕见。姐姐，大王中蛊了。你这是在跟我打趣吗？姐姐，你可知道你为什么康复的这么快吗？才刚过了几个时辰，是义渠王用命救了你。姐姐中蛊太深了，本是无药可治的。可是老吴想出了用以命换命的办法，可是那蛊虫却偏偏在众多人中选中了大王。你说以命换命，如何换命？老吴施法，让大王把蛊虫引到了自己身上。蛊虫到了义渠君身上，那义渠君岂不性命攸关？他此刻在哪？在老吴的帐篷里。你带我去，我要去看他。姐姐，你病没好。姐姐，姐姐，继续下头吃，让你嚣张横行，放在我虎威手里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将军，义渠君好像情形不好，定是那蛊虫在作怪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快，给我家头师把火烧旺了！看你蛊虫厉害，还是我虎威厉害？对，得烧死你，烧死你，烧死你！义渠君，义渠君，义渠君！大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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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，大王？老吴，义渠君怎么突然不好了？要正午，为何要等到正午才能点火？哎，早点火早收拾那蛊虫，如何不好？将军，将军，老吴说什么了？完了！点火早了，大王的阳气不足，非但没有烧死那蛊虫，反而害了大王。是我害了大王，老吴，怎么办？老吴，怎么办呀？是我害了大王，你让那蛊虫来找我，我替大王偿命，老吴，我求你了，老吴，老吴，你救救大王吧，老吴，老吴。大王醒了，大王，不怪你，不怪你，大王，大王，木西。义渠君怎么样？夫人，老吴本来有法子杀死蛊虫，救义渠君性命的，但因为我们在正午前点了炉火，没伤到蛊虫，反而害了义渠君。义渠君眼看不行了。说话了吗？你是我见过最不怕死的男子。你不怕死，你更该活。你想想，你还有多少事情未了？怎么能撒手而去呢？义渠君，你听到我说话了吗？
也就那么多了。我说过不许你走，你听到了吗？我不许你走，我不许你走，你听到了吗？易曲曲，你说过我是你的女人，你还委屈我，如何让我做你的女人？啊！易曲曲，你是说我要当活人？你做我的女人？你越当众发誓，只要大王闯过这一关，我就是你的女人。你听到了吗？说话算数，做我的女人。算数，易曲曲，易曲曲，易曲曲，老五是正午了吗？快看看，快看看！大王是正午了，是正午了，大王是正午了。莲华，我今日要跟他拼了，非他即我，性命交给你们了。好，老吴，点火！老吴，快点火！快，点逃兵，走，快！你放心，玉儿就在这陪你。
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束，却生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泥水暖，为谁寒？换不回一人如故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心诉，痴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，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心，恨如骨，生死在